你哋嗌得大聲啲，啲錢捐多啲嘅話咧，佢就會落力啲表演容祖兒。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。假使我有奇蹟，因你創最快，我覺得光榮，因有你擁戴。唔該晒咁多位歌手嘅嗱，支持你嘅偶像咧，即刻咧就要打呢個捐款熱線啦！大家一齊讀一讀啦，好唔好啊？捐款熱線就係1872868338條線嘅。嗱，兩位拍檔啊，我想問下啦，回歸10年啦，你哋覺得生活上最大嘅轉變係體會到啲咩咧？對於我嚟講咧，就覺得接觸普通話機會多咗啦，譬如睇戲啊、搭車啊，成日都聽到普通話廣播，同埋去啲旅遊區咧，似乎身邊好多人咧都講緊普通話嘅。我就覺得咧多咗咧翻去內地工作啊，咁啊工作多啦，咁啊講過普通話嘅機會亦都多咗咧。以前都好驚講，而家講下講下冇咁驚啦。真的嗎？的確係嘅，咁啊普通話咧即係講多咗、聽多咗咧，的確係一個好嘅轉變，因為到底咧都係我哋主要嘅語言啊嘛，咁啊識聽識講嘅話咧，咁啊溝通上都方便啦。係啊，咁而我咧就唔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學講呢個普通話嘅機會。我哋有請容祖兒嘅國語歌。希望大家即刻打電話嚟捐款，發揮你哋少少嘅力量，就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嘅人。送俾大家我嘅新歌《笑笑》。回憶像個說書的人，用充滿聲音的口吻，跳過水坑，繞過小村。等相遇的緣分，你用力把捏一座城，說將來要娶我進門，轉多少身，過幾次門，虛擲青春，小小的感動與憤憤，小小的彆扭惹人疼，小小的心裡從此住了一個人，曾經模樣小小的我們，那年一般小小的板凳，微細如蜜，我也一路跟。我在找那個故事裡的人，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，你在樹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小小的，我的心裡從此住了一個人，曾經模樣小小的我們，當初學人說愛念劇本，缺牙的你發音卻不準，我在找那個故事裡的人，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，小小的手牽小小的人，守着小小的永恆。Thank you。到即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有下一個環節嘅演出啦，就係有容祖兒帶同一班年輕嘅歌手咧，唱出一啲歌曲，交俾祖兒。我的明天要是你
日出光滿天，路邊有一間旅店，明後悔定妝只有漆黑，找不到光輝明天。但定主把我牽，並告知這間奶快樂店，人步進永不想着搬遷，怎知我聽起見，抬頭到我要踏上路途，我要為我自豪，我要摘星不做俘虜，不怕踏千山亦無介意，面容滿是塵土，人疲倦，也要踏上路途，我要為我自豪，我要摘星不做俘虜，星願望似高，卻未算高，我定能摘到。來，為何還等待？趁大家也在，時間在流動，橫過目前，往下秒開。就趁這分鐘，來一個合照，捱完還識怎麼笑，辛苦極，過活還是精彩，沒有小悲哀，想不起到底都被愛，共你盡是情愛，紅海再行下去，大概還有一點海片面前，看季終必會亂，前面會有什麼樂園，靠人沿途發現，這世要相信它不遠。
埋請晒呢一班嘅歌手，同埋之前出現過嘅129位10歲嘅小朋友，同埋咧保良局董事會成員咧一齊上台。哇！既然咁人齊啦，嚟翻個大合唱啦！嗱，我知道咧早前咧劉家昌老師咧就係為保良局咧作咗一首主題曲嘅。係啦，呢一首歌咧就話俾人聽，其實人與人之間充滿愛，所以大家咧要多啲關心你身邊嘅人。希望大家咧都感受到保良局呢份愛，歌名就係一切來自愛。幸福哪里来？人与人之间需要关怀。每人出点力，拿出一点爱，让整个世界都能好起来。好啦，今晚星光熠熠耀保良咧已經係接近尾聲啦，喺度咧非常之多謝咧現場以及家庭嘅朋友咧對我哋嘅支持嘅。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哋嘅話咧，當然咧就喺12點鐘之前咧繼續打我哋捐款熱線，就係18728683條線嘅。又或者咧直接將你嘅捐款咧傳入去以下呢個戶口亦都得㗎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係有請保良局劉陳小寶主席咧，以及咧籌委會主席保良局何志豪副主席咧，為我哋進行一個咧切蛋糕嘅儀式，就係慶祝咧香港回歸10週年，以及咧保良局129週年致慶，以及咧慶祝129位小朋友10歲生日嘅。咁而我哋今晚咧亦都有位女歌手咧，就係壽星女嚟嘅話，容祖兒 Joey。好啦，麻煩容祖兒企位上嚟前面啦，唔該。一齊出嚟切蛋糕啦！好，我哋數1、2、3一齊切好唔好？預備，1、2、3。好啊！再次慶祝保良局129週年生日快樂，繼續咧帶嚟好多服務，關懷我哋香港人，亦都咧慶祝我哋香港咧回歸10週年。保良局會繼續保持住保赤安良，繼續為香港帶嚟一個繁榮同埋共融嘅社會。出年係咁時間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